Hello，大家好，我係 Miss Yu。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個故事，係有關上堂嘅時候玩遊戲裏面發生嘅一啲事情。唔知大家有冇遇過一啲好好勝或者好輸唔起嘅小朋友？我發覺呢，喺初小嘅階段呢，好多小朋友都會有呢一種特質嘅。唔知係咪因為佢哋始終入世未深，參加過嘅遊戲或者競技嗰個次數比較少，所以呢一去到輸呢，就唔知點樣面對。記得有一次呢，同一位小朋友玩潛烏龜，咁去到差唔多最後啦，我剩翻2隻牌，佢就剩翻1隻牌。咁即係話呢，到佢抽我嘅牌嘅時候呢，如果佢抽得中同佢自己嘅牌一樣嘅時候，佢就贏㗎啦。而佢抽唔中就再繼續個遊戲啦。咁好記得呢，嗰一下呢，佢係停咗喺度，坐咗喺度，完全唔知道點樣反應，唔敢抽。點解啊？因為怕輸啊。雖然嗰個機會其實係有一半，但係佢就係好怕抽錯咗牌之後佢就贏唔到。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其實喺班房或者喺屋企裏面，我哋都可以經營一啲小遊戲啊，或者一啲時刻係俾佢哋去學習。輸咗係唔緊要嘅。咁所以以下落嚟呢，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故事，叫做輸得快樂。上堂嘅時候好鍾意玩遊戲，其中一個目的係希望小朋友可以離開舒適嘅座位，同同學拍下手、跳下舞咁樣。雖然一離開座位，佢哋就會陷入一片小混亂，但係為咗玩遊戲呢，6、7歲嘅小朋友唔使一陣就會揾到自己嘅位置，安靜落嚟。除非老師冇將遊戲規則講清楚啦，否則遊戲當中會發生一啲控制唔到嘅情況，其實少之又少。最混亂同埋最危險嘅時候呢，通常係喺遊戲完畢，孩子需要返座位嘅時候。要知道，如果直接同佢哋講，大家返自己嘅座位，老師其實喺度自掘墳墓啊！因為某啲恆常喺度鬥快狀態嘅學生，一定會即刻競跑。30幾個1年級嘅學生喺咁有限嘅空間裏面跑，情況就好似動物大遷徙，甚至更加震撼。嚟自4面8方嘅小朋友橫衝直撞，意外發生率一定好高。為免令自己陷入不必要嘅恐慌，我就設計咗一個小遊戲，既可以令佢哋安全抵步，又可以令自己保持心境平靜，一舉兩得。遊戲規則只有一個，所有人只可以用8步返去自己座位。我每拍一下手，大家先可以踏出一步。要贏呢，就要喺第8拍坐低，太遲或者太早都係輸。我會請小朋友先停落嚟望下自己，同埋同自己張凳嘅距離，再計算出路線同埋步伐嘅大小。只有8步，不容有失啊！遊戲好似好簡單，每個小朋友開始嘅時候都胸有成竹，但係因為佢哋每踏出一步，所有人嘅位置都會隨機改變。換言之呢，佢哋係要即刻應變，修改原定路線，所以對呢個年紀小嘅小朋友嚟講，其實有一定嘅難度。最後當然有人成功，亦都因為有人差2步就輸咗啦。當然都有幾個完全其實冇聽到我講嘢嘅小朋友，好早就返埋位，以為快就係贏啊！全班都順利返埋位啦。見到佢哋仲喘緊氣，就討論一下先至繼續上堂。我就問啦，請問頭先邊位小朋友係可以準確咁樣喺第8拍坐低㗎？大部分小朋友都成功，沾沾自喜咁樣舉手。我就話啦，恭喜你哋啊，你哋贏咗。咁我都想知道喎，頭先有邊位係喺8拍以外坐低㗎？早咗或者遲咗嘅小朋友？有幾位學生好誠實咁樣舉手。我就話啦，係啊，即係你哋輸咗喎。其中2位學生面上面就有少少唔自在，於是我就行近其中一位問佢：咁你下次仲想唔想玩啊？佢就即刻笑返話：梗係想啦，好好玩啊！
咁我就話啦，咁奇怪嘅，既然你輸咗，心裏面一定唔好受喎，點解仲會話遊戲好玩嘅？佢拗一拗頭，唔知點樣解釋。佢就話啦，我都唔知啊，總之感覺好好玩啦。呢個時候我就向全班問啦，小朋友啊，遊戲嘅快樂到底喺邊度嚟㗎？係咪因為最後贏咗啊？頭先贏咗嗰啲小朋友就梗係大聲嗌出嚟，梗係啦。咁我就反駁啦，但係啱啱輸咗嘅呢位同學都話遊戲好好玩喎，點解嘅？小朋友都靜咗落嚟喺度諗嘢，我就同佢哋講，咁係因為遊戲中嘅快樂其實嚟自遊戲嘅過程啊，贏咗可能令你更加快樂，但係勝利並唔係快樂嘅主要來源。輸咗我哋會有啲唔高興，但係佢並唔會攞走我哋喺遊戲過程裡面得到嘅快樂啊！你哋同唔同意啊？小朋友好滿足咁樣點一點頭，無論輸咗或者贏咗嘅小朋友都似乎好期待再玩多一次。佢哋冇預期嘅係自己喺成長裡面即將參加唔同種類嘅遊戲同埋競賽，有陣時僥倖同埋努力會為自己帶嚟勝利，有陣時盡咗力都依然失敗。但係無論結果係點樣，我都希望佢哋會記得嗰個成日被忽略嘅過程，先至係能夠使人快樂嘅理由。呢個遊戲呢，其實已經玩咗好多年㗎啦。通常我會揀喺學期初嘅時候同小朋友玩，因為呢，我希望可以喺同佢哋玩更加多有競技性嘅遊戲，或者參加比賽之前，可以同佢哋達成一個對贏同埋輸嘅共識。等佢哋知道喺呢個班房裏面，同埋佢哋嘅朋友到底係點樣睇贏同埋輸嘅。希望佢哋可以記得，我哋着重嘅係一個過程，而唔係只係睇結果。遊戲係一樣好特別嘅工具，有陣時佢嗰個功用呢，未必淨係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即時嘅開心，當然呢一樣嘢係好緊要啦。但係如果我哋用遊戲係用得適其所嘅話呢，其實係可以為未來鋪路，去令之後嘅教導係更加順暢咯。咁唔知聽緊今日 podcast 嘅聽眾會唔會都有呢一啲類似嘅方法或者遊戲或者一啲小法寶可以分享？如果有嘅話呢，歡迎大家喺下面嘅 comment 留言一下。大家可以互相學習，明白大家都好在意教育，都好希望下一代係好健全咁樣成長。但係有陣時望到外面嘅環境，會覺得好沮喪，所以都好希望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 可以成為一個可以開放討論嘅園地，或者互相學習嘅園地。我相信如果我哋係可以經營到一個咁樣嘅風氣嘅話，大家每一個屋企嘅教養都可以更加順暢。咁希望大家如果係喜歡今日嘅 podcast 同埋我嘅分享嘅話呢，就可以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同埋可以去介紹呢一個 channel 俾你身邊都在意教育嘅人聽。咁今日又傾到咁多，下次再傾啦，拜拜。